本君出了青池宫的小神君，旁的人想都别想。你敢？从前你妹妹说喜欢我，各种借口与我会面，我不仅不理解，甚至觉得烦。如今啊，我算是真真正正体会到了她的感受了。唉，我那个可怜的妹妹，对多少仙君都不屑一顾，却唯独对你。不过感情之事啊，终究不能强求。后事现在如何？也如你一般吗？我反正是不会放弃的。我懂了，我来帮你。二位女君，可容在下说几句。我父神如今去了瞭望山，我和凤冉上君也要去解开这缚灵锁，不如我们4人一起上路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是啊。你说的也对。我看这青木性格执拗，断不会让你孤身前往。不如你就随了他的意吧。也罢，一起便一起吧。我已收到父神令谕，他已在大泽府中。我们上山吧。凤然，你随二殿下去见天帝，拜托他帮你们解开缚灵锁。我在后山等你。后池，我父神他常常念起他跟古君上神的旧情，天宫一直想找机会和青池宫重修旧好。景剑，你先和凤冉去拜见天帝，我在这陪后池。好，稍后我们后山见。神枪未择主前，天帝定会在瞭望山，估计景昭也会来，你能逼到几时啊？谁说我逼着他们了？本神君可不怕景昭。是吗？那走啊。不用，不同你一起走。我可不想成为满仙界女君的仇敌。好啊，那这一次盛会我就昭告3界。昭告什么？本君出了青池宫的小神君，旁的人想都别想。你敢？好歹我为你出生入死过，你就不应该看在这情分上，为我挡挡桃花？满嘴的不着边际，不同你说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我知道你不想跟天宫的人见面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一个让景昭认不出你的办法。怎么样？这样我就可以把你装在袖子里面带走了。青木，你敢把本上神变成一只青蛙？你这样呢？青木，你太过分了。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后池上神可还满意？不错，